你喺深圳買蜂蜜嘅時候最驚咩？唔係驚貴少少，而係驚俾咗真蜂蜜嘅價錢，攞返屋企先發現係溝咗糖水嘅假蜜。而家好多香港朋友周末都會上深圳 Costco 掃貨，又或者喺香港本地揾美式代購店，每次去到架車仔入面實會擺幾大樽 Kirkland 蜂蜜，始終比起香港街外面嘅價錢， Costco 嘅容量同性價比真係幾吸引。不過呢，蜂蜜呢樣嘢睇落最簡單，一樽金黃色嘅，倒出嚟甜甜地，搽麵包、撈乳酪、沖麥片，好多人屋企一年四季都會備返一樽。越係呢啲日日食落肚嘅嘢，越容易令人忽略一個問題，唔好見到樽身寫住100%純蜂蜜，就覺得一定係真。平時我哋喺香港想飲好蜂蜜，大家可能會去寶生園買經典嘅冬蜜、百花蜜，又或者去樓上萬寧買康維他嘅麥盧卡蜂蜜。但係去到深圳 Costco， 又或者喺代購店入面見到咁平咁大樽嘅 Kirkland 有機生蜂蜜、Kirkland 澳洲蜂蜜，你心入面實會諗，平咗咁多，到底得唔得㗎？係咪糖水蜜嚟㗎？今日呢條片，我哋就帶大家認真拆一拆 Costco 貨架上面嘅蜂蜜，特別係 Kirkland 有機生蜂蜜、Kirkland 澳洲蜂蜜同埋麥盧卡蜂蜜呢啲高關注度嘅產品，到底應該點樣揀？咩標籤值得睇？咩宣傳聽下就算？更加重要嘅係，最近關於市面上過半蜂蜜有溝糖漿問題嘅傳聞，到底係客人嘅講法，定係背後真係有數據撐住？如果你成日去深圳 Costco 掃貨，又或者屋企有長輩中意朝早沖杯蜂蜜水，希望你可以睇到最尾。覺得有用嘅話，順手冚個讚，訂閱我哋，將呢條片分享俾成日去 Costco 或者中意揾代購嘅朋友，因為蜂蜜一買錯，唔止多花錢，心入面仲覺得好冤。先講一樣好多人唔知嘅事，蜂蜜造假已經唔係街邊小販嘅問題，而係全球食品供應鏈入面非常頭痕嘅一件事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對蜂蜜摻假有一個專門嘅講法，叫做經濟動機摻假。講白啲，就係有人為咗慳成本，將比較平嘅糖漿溝入蜂蜜入面，但照樣當純蜂蜜賣。常見嘅糖漿來源包括甘蔗、粟米，仲有甜菜。你聽到呢度可能會諗，糖漿都係甜嘅，蜂蜜都係甜嘅，分別有咁大咩？分別非常大。真正嘅蜂蜜係蜜蜂採集花蜜之後，經過蜂巢入面嘅轉化同濃縮，最後儲起嘅。佢唔只係甜，仲有花香、礦物感、酸度、水分比例，甚至唔同花園帶嚟嘅層次感。好嘅蜂蜜入口唔係死甜，而係有前味、有尾韻，有時仲會帶少少草本味、果香味或者焦糖味。但係糖漿蜜就唔同，佢最明顯嘅特點就係甜得好兇、好直，入口甜得快，退得都快。你攞嚟沖茶或者沖水，可能一開始覺得冇乜分別，但飲耐咗就會覺得少咗蜂蜜本身應有嘅香氣。呢個都係點解真正識揀嘅人睇蜂蜜唔會淨係睇正面嗰幾隻大字。正面寫100%純天然只能算第一眼，真正要睇嘅係背面嗰幾行細字。第一，成分表係咪得蜂蜜一樣嘢？第二，原產地寫得清唔清楚？第三，有冇美國有機認證？有冇真實來源認證？有冇麥盧卡嘅活性指標認證？第四，寫嘅係生蜂蜜定係普通蜂蜜？第五，係咪未經過濾或者低度過濾？呢啲字睇落細細粒，但入面嘅資訊量好大。先講 Costco 入面最常見，亦都最適合普通家庭嘅入門選擇 Kirkland 有機生蜂蜜，就係大家成日講嘅小紅樽，3樽裝嗰款。呢款一樽600幾毫升，一組3樽。重點睇標籤，生蜂蜜，有機，100%最高等級，產地巴西，美國有機認證。呢幾個資訊點樣理解？生蜂蜜即係加工溫度比普通蜂蜜低，冇好似普通蜂蜜咁樣經過徹底嘅高溫超濾處理。佢唔等於靈丹妙藥，亦唔代表營養一定翻倍，但對於中意蜂蜜原本風味嘅人嚟講，生蜂蜜通常更加有花香，亦更加接近自然狀態。有機呢個認證其實好唔容易攞到，因為蜜蜂識飛，唔可能好似菜咁圍住塊地管理，所以能夠做到有機認證，至少說明佢喺來源管理、審核方面
比普通散裝蜂蜜多咗一層門檻。最高等級呢個分級，好多人一見到就以為係最頂級嘅蜂蜜。呢度要講清楚，佢主要係美國農業部對提取蜂蜜嘅質量等級評定，睇水分、清澈度、風味缺陷等等。佢代表呢樽蜂蜜達到咗比較高嘅基礎質量標準，但佢唔等於有機，唔等於生蜂蜜，更加唔等於麥盧卡嗰種活性指標。呢組3樽裝小紅蜜，佢最大嘅優點在於品質穩定、倒取方便，價錢亦相對友好。屋企日常經常用到蜂蜜，譬如朝早加少少入無糖乳酪，下晝沖杯檸檬蜂蜜水，又或者用嚟做餸，譬如烤雞翼、做沙律醬，呢種容量同設計就好實用，比每次都買高價嘅麥盧卡蜂蜜要抵好多。再睇下喺深圳 Costco 貨架上面同樣好受歡迎嘅 Kirkland 澳洲蜂蜜，就係大容量2公斤裝嗰款，標籤上面寫住澳洲產100%純蜂蜜，唔添加人工香料，成分表得蜂蜜。呢款適合咩人？更加適合屋企用量比較大嘅朋友，譬如平時中意自己整麵包、做蜜汁叉燒，或者用蜂蜜代替普通白糖做廚房甜味來源。2公斤聽落好多，但如果一家人經常用，消耗其實都唔算慢。不過呢度要提醒一句，蜂蜜再天然，佢本質始終係糖。長輩朋友如果血糖管理比較嚴格，又或者醫生已經提醒要控制糖分，咁蜂蜜都唔能夠當保健品日日大啖飲。佢可以係比白糖更有風味嘅甜味來源，但唔係降糖食品。仲有一個重點，1歲以下 BB 絕對唔可以食蜂蜜，呢個唔分品牌，唔分貴平，一律要避開。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最關心嘅問題嚟啦，Costco 嘅蜂蜜咁平，到底得唔得㗎？譬如平時喺香港，我哋去寶生園買本地冬蜜，細細樽可能就要過100蚊，去買康維他嘅麥盧卡更加唔使講。而 Costco 一大桶或者3樽裝，計反平好多，難免令人懷疑係咪假嘅。呢個要由 Costco 嘅商業模式講起。Costco 嘅核心係會員制同大批量採購，佢唔係靠單件貨品賺高毛利。同一樣嘢，如果喺普通超市，經過多次包裝、分銷同上架陳列，成本自然高。而 Costco 一次過採購量好大，用大規格包裝，供應鏈成本壓得好低。所以平唔一定代表假，但反過嚟，平亦唔等於就係頂級。真正要判斷，始終要反到標籤同供應鏈。譬如 Costco 長期有嘅另一款 Kirkland 野花蜂蜜，5磅裝嗰款，正面寫住最高等級阿根廷產，而且有真實來源認證標誌。呢個認證好多人以前冇留意過，佢主要強調蜂蜜來源嘅追溯同真實性，目標就係減少假蜂蜜同非法來源蜂蜜流入市場。見到呢個標識，代表供應鏈多咗一種追蹤同檢測機制，呢個比淨係睇包裝正面寫住天然靠譜好多。跟住講麥盧卡蜂蜜，而家深圳 Costco 或者香港代購店都見到康維他或者其他品牌嘅麥盧卡蜂蜜。大家平時喺香港可能好熟悉康維他呢個牌子。麥盧卡蜂蜜之所以貴，係因為佢嚟自紐西蘭同澳洲特有嘅麥盧卡植物。真正有價值嘅麥盧卡，重點睇2個指標，一個係綜合活性認證，一個係甲基乙二醛含量。數字越高，代表嗰個指標含量越高。但係大家要記住，指標高唔代表你就應該日日大啖食。麥盧卡蜂蜜更加似係特殊用途嘅高價食品，適合少量慢慢食，又或者喺喉嚨唔舒服、轉季嘅時候作為日常搭配。佢唔係藥，亦唔可以代替醫生嘅建議。如果你只係想日日沖杯檸檬蜂蜜水，用麥盧卡就有少少嘥，高溫一沖，入面嘅活性反而會折損。日常家庭用 Kirkland 有機生蜂蜜或者澳洲蜂蜜就夠晒用。呢度我哋亦都要同大家講句實話，網上有人話 Costco 嘅 Kirkland 蜂蜜攞過食品界嘅金獎，但其實我哋查到嘅公開資料顯示，攞到金獎嗰款係另一個品牌嘅忌廉3葉草蜂蜜，佢可以作為我哋理解好蜂蜜嘅參考，但唔可以簡單咁話 Costco 每一樽 Kirkland 蜂蜜都攞過呢個金獎。我哋買嘅時候唔好俾金獎2隻字牽住走，金獎可以參考，但買蜂蜜更重要嘅係睇得明指標。
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唔會睇包裝正面寫得幾靚，而係睇呢幾個問題。第一，呢樽蜂蜜到底嚟自邊度？原產地越清楚，越容易追蹤。最驚嗰啲寫得好含糊，淨係話多國混合但冇詳細資訊嘅蜂蜜。第二，認證有冇意義？美國有機認證、真實來源認證、麥盧卡活性指標認證，呢啲都比空泛嘅純天然三隻字有參考價值。第三，價錢有冇離晒譜？真正蜂蜜嘅成本唔會無限低。歐洲方面曾經做過進口蜂蜜抽樣，發現有接近一半嘅進口蜂蜜存在摻假嫌疑。呢個就係點解有人冒險造假，因為真蜂蜜同糖漿嘅成本差距太大，平嘢糖漿一溝，利潤空間即刻出嚟。但亦唔好走去另一個極端，以為貴嘅就一定真，平嘅就一定假。最穩陣嘅方法始終係買來源清楚、有信譽渠道嘅。第四，睇用途，唔好用錯地方。如果係攞嚟烤肉、醃肉、高溫烘焙，用麥盧卡就好可惜。如果係撈乳酪、茶多士、沖溫水， Kirkland 有機生蜂蜜更加抵用。第五，唔好迷信民間小測試。網上有好多判斷真假蜂蜜嘅方法，譬如滴喺紙巾上面唔散開，放入水入面唔即刻溶，放雪櫃結晶就係真蜂蜜。呢啲方法唔一定準確，因為蜂蜜嘅結晶同水分、溫度、花園都有關係。結晶唔代表壞咗，唔結晶亦唔代表就係假嘅。而家嘅造假手法一路都係升級，普通消費者好難靠一杯水或者一張紙去分辨。所以揀有信譽嘅平台同清晰嘅認證先係最穩陣嘅避坑方法。最後，我哋再幫大家整理幾個保存同飲用蜂蜜嘅小細節，好多人真係會做錯。蜂蜜唔好用滾水沖，特別係生蜂蜜。想保留風味用溫水就得，水溫太高花香會散失。蜂蜜結晶唔使驚，結晶係蜂蜜自然現象，你可以將樽放喺溫水入面慢慢回溫，輕輕搖下就可以恢復流動性。唔好直接用微波爐猛加熱或者直接落鑊煮。匙羹要乾淨乾爽，每次攞蜂蜜避免用濕匙羹伸入去，亦唔好帶入麵包碎。蜂蜜最怕係水分同污染。糖尿病同控糖人士要將蜂蜜當糖計，雖然係天然嘅，但本質始終係糖，唔可以因為天然就無限量飲用。其實買蜂蜜呢件事，最睇得出一個人嘅消費習慣。Costco 嘅優勢就在於，佢唔一定每一款都係世界第一，但佢好多基礎食品嘅性價比同可追溯性，比好多來路不明嘅渠道靠譜好多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避坑有幫助，記得冚個讚，訂閱我哋。我哋做 Costco 內容，唔係淨係話你知咩嘢平，而係希望幫你睇得明咩嘢平係值得買，咩嘢貴係有道理。你亦都可以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成日去深圳 Costco， 又或者中意揾代購嘅朋友。大家平時喺 Costco 會買邊一款蜂蜜？歡迎喺留言區講聲。我哋下期再見。